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水的秘书啦。从我毕业开始上班，我就发现工课场常常有同事咧相答。相答就是冤家的意思，工课场就是食头路做工课的所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就是“牛条来搭牛母”，牛条来搭牛母。牛条来搭牛母，汉字写作牛条来搭牛母，罗马字写作牛条来搭牛母。牛甲条本条拢是第5条，来第7条，搭入声第4条，母第2条。干那最后一字母读本条第2条，其他的字拢爱读变调。牛条就是饲牛的所在，搭是牛用角互相伤害的动作。这句牛条来搭牛母的意思，是形容人对内对家己人斗争争拗，对外竞争散无半片。牛对古早的台湾人来讲真重要，所以真侪老辈的人拢无食牛肉。台语内面有真侪甲牛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慢牛搞屎桥、无牛驶马、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等等。慢牛搞屎桥，意思是贫惰的人熬找理由，无要专心做手头的工课。无牛驶马，意思是无法度找到上好的，搁不是种用较无遐好的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，意思是若愿意拍拼，唔免惊无工课通做。华语讲一个人很牛，是正面的意思。这是较中国式的用法。在台语内底，讲一个人真牛，是讲个性倔强、真歹参详的意思。台语甲华语的意思无同，在用的时阵要注意哦。甲工课场相搭有关系的台语词，要有使枕头风，就是利用顶死的爱人，也是家后去讲情。使枕头风。行后尾门就是讲人摕红包礼物去甲人乌西。行后尾门，创空意思是伫人的骹脚后用假币甲人害。创空，复习牛条来搭牛母。慢牛搞屎桥，无牛驶马，使枕头风，行后尾门，创空，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